虔诚的听众熬早。现在又是正觉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解说呢，已经讲解到正文第27页，解说到正文第27页，对头算倒来已经是解说到第6节，对头算倒来已经是解说到第6节，这是解说到自性之实，此事始从自性中起。即马要来说来解说下面，下面就是以一切时念念自证其心，自修其行，见自己发心，见自心佛，自度自解，死得不下到处。其中原来一会有此，解强有言。今可各个恶位，先为团自性五分发心向，自受无上忏悔，将恶鬼。即嘛就是要来解说这段意义。忏悔品第6，这呢是属于其中的第一段，就是说法的缘起。在前面所记录的呢，就是讲有一个时阵，慧能大师看到广州、潮州以及甲四方来，这学者一般的人民，拢集甲坐溪山中要来听法，因此呢，就成做恭敬说法。这个成做，慧能大师就讲自性之实啦，此事始从自性中起。这个此事始从自性中起，甲慧能大师在前面开口所讲的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用此心得了成佛，意义呢有同款的所在。虽然是讲文化的表达有所不同啊，但是迄个意义呢，确实有相同的所在。下面说来讲，以一切时念念自证其心，以一切时就是讲在一切的时阵。那所以叫做讲做一切，就是表示无论什么时阵，一切时就是表示讲无论什么时阵，无论什么时阵呢，也要念念自证其心。这个念念就是前念、后念、上述，就是讲必须呢前念、后念、上述啊，自己呢爱静自己的心，是要安怎样来念念上述自证其心呢？也就是在前面所讲的，我会当好理想，内面的心呢就不乱。那本性呢自证自定啦，所以就是讲念念中。袂使你向我去攀缘，念念中袂使向我去分别，自修其行，就是讲自己呢爱来修行。伫遮所讲这个修行，甲一般所讲的修行又有所不同。这是一种的无上的修行，所以这个无上的修行在外表无容易互你看到，
若是有上的修行，或者是拜佛啦，或者是念佛啦，或者是看经啦，这在外表拢互你看会到。但伫咧拜佛，或者念佛，或者是上经，虽然伫咧拜，虽然伫咧念，虽然伫咧上，假若心若是袂当互来离境啊，虽然是外表有迄个修行的相，可能呢无迄个修行的实在的效果。而且所谓修行呢，就是讲时时刻刻在内心呢提起正念，无迄个妄念对外境去分别，见自己发心，讲以自己的智慧啊来去看自己发心，也就是啊，会当互心心念念，会当互来照料自性，见自心佛。自心佛甲自己发心呢，名称虽然是不同，但是呢，意思是同款。不过这个发心呢，应该迄个意义啊，较空阔淡薄啊。所以叫做讲做发心，就是讲以法为心呐，以真理为心。真理就是宇宙人生的本体。那以真理为心，就是讲宇宙人生的本体呢，这啊就是咱众生伊的本体啊，众生的心。咱必须要以智慧来照料自己发心，来照见自心之佛。同时呢，必须自度自戒。自度就是讲自己啊，度家己；自戒就是讲自己呢，会当好来戒家己。这个戒呢，就是荒废之恶，或者是戒止的意思。这个自戒，就是讲毋免受到外来的迄个拘束，毋免受到外来约束，在咱内心呢，自然啊，就啊，会当好上开道，自然呢就袂去做毋对。咱必须要了解这个戒，若是用外表的戒上讲起来，最初的戒，三规五戒，或者是十善斋戒菩萨戒。进一步就是出家三米年的10条戒，比丘250条，比丘尼348条，搁再有梵文经菩萨戒本所根据的10条的当界48条的轻戒。戒虽然有遮尔真济，会使咧甲伊分为3大类，一大类就是断恶，一大类就是修善，一大类就是度众生。所以在这个所在，所以叫做讲做自戒者，就是讲毋免人甲咱约束，自己呢自然袂犯着罪恶。罪恶是啥？就是身躯的杀盗淫，喙恶口两舌妄言绮语，心的贪嗔痴，这呢拢袂去互犯着。第二，这个戒啊是修善呐。毋免人甲咱鼓励，自自然然发自内心，会晓去修善法啊，这就是戒的第二。同时呢，毋免人甲咱鼓励，自自然然咱会当发心去度众生，这就是戒第三。会当好自然断恶，自然修善，自然度众生，这就是自戒。所以这个戒意义，咱毋通戒。只局限在断恶文，咱一般伫咧讲这个戒啊，大部分拢是在断恶之文。事实上，戒究竟戒圆满啊，应该呢是
断恶修善多种性。讲必须呢，自己啊，度家己自己，自己呢来改家己自己，使得不下到处，使得不下到处，就是讲安尼才开始呢，会使咧甲伊讲是不下到处。这个下就是空或者是讲虚的意思。所以不下到处呢，就是讲这袂讲白白来到这个所在来。我讲较白话，就是讲不虚此行啦。会当安尼来去做呢，这是不虚此行。六祖慧能大师的意思，就是讲你各位啊，从遐尼只远来，要来听我开示。恁必须了解，要来下去修行呢，是从自性中起啊。就是讲，将自性发起了智慧，来照了自己，念念呢，自己啊正家己的心，自己呢修行，照了自己的发心，会当好见到自己的佛，自己度自己，自己呢改自己。安尼才不虚此行就是讲咱各位啊，远道迢迢来到这个所在，要来听法啦，才有迄个价值。下面讲己将远来，一会有处，改强有缘。讲恁各位啊，既然啊，从真远的所在来，安尼叫做己将远来，一会有处，一会呢，就是讲。集合在这个所在，讲恁真正远来，集合在这个所在，改强有缘。讲大家呢，共同拢是有缘呐。伫遮所讲的有缘，这个缘呢，是咧指佛法的法缘，毋是咧指普通的缘。就是讲各位啊，既然呐。会当好共同集合在这个所在，那拢总呢，共同啊，拢是有这个佛法的善缘。今可各国学贵，讲现主是恁大家啊，会使咧各国呢学贵。这个学贵就是讲正骹的迄个骹头跪甲涂骹。也倒骹的骹头呢，就无跪甲涂骹，跪一边，即咪叫做讲乌跪。这个乌跪呢，就是印度的跪法。那咱现在是叫做中跪，中跪就是讲两骹拢同齐跪咧，这毋是乌跪的仪式。总讲这个乌跪呢，也是即种的礼敬三宝的仪式。讲先为团自性五分发神香，此受无上忏悔。讲我对恁来成团受自性的五分发神香，五分发神香加这个自性就是说明讲五分发神香就是自性中所具足。将这个自性的五分发神香传予恁了，其次呢，再来甲恁传授无上的忏悔，将乌跪。六祖慧能大师讲了，才会大众呢，个个拢就跪伫遐，安尼叫做将乌跪。所以叫做讲做五分发神就是以5种的功德法。来成就佛心的意思。这个五分法身，就是戒、定、慧、解脱、解脱知见。其中戒、定、慧是将因来得迄个名，解脱甲解脱知见呢是将果呢来得到迄个好。由智慧断烦恼，将烦恼断到拢无烦恼迄个所在呢，
名叫做解脱。也出离了生死的颠簸，会当冲破了烦恼的障碍，会当互反照观心，这呢就名叫做解脱知见。这个五分法身香，就是解香、定香、慧香、解脱香、解脱知见香。这个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香啊，应该是一种的修为，一种的道行、功行的表现。在《维摩经》第2个方便品，有伫讲佛心者即法身啊。这个佛心是将无量功德智慧所成，将界定慧解脱知见性。正调大师的注解就是讲，所以界定慧解脱知见，就是叫做五分法身。总共这个五分法身啊，就是讲要来成就佛的法身啊，是以5种的功德法义成就。那这个5种功德法义成就，就变成一种的思想修。事实上，咱众生本来就是具足了界定慧解脱解脱知见。安尼，这名叫做自性的五分法身。虽然是讲具足了自性的五分法身啊，却必须要搁再修行，安尼呢，才会当互来成就。在还未修行以前的法身，咱过去祖师大德有一个譬喻，名叫做素法身。这个素法身啊，就等于讲画一尊佛像。只是画迄个轮廓出来，也无搁再加以一个彩色，也经过修行了，庄严迄个法身啊，就是等于讲已经画一个轮廓了呢，搁加彩色，加这个彩色啊，就看到真庄严。这个佛像若是敢若画一个轮廓，虽然知讲啊，这都是佛像无毋对啦。但是呢，看起来总无遐庄严，也有加彩色落了呢，就庄严。同款的意思，法身本来具足，经过修行了，就当后来得到万德的庄严。即嘛，这慧能大师就是讲，恁个人规咧，我先甲恁传自性五分法身香，其次呢，才甲恁传授无上的忏悔，所以叫做无上的忏悔呢，是一种的礼忏，毋是注重外表，毋是注重外向的忏悔，咱是将内心的忏悔，所以才讲做无上忏悔。安尼讲了后呢，众乌龟就是讲遮个大众啊，个人就归咧啦，归咧就是要来接受六祖慧能大师传自性的五分法身香，要来接受慧能大师教因的无上的忏悔。从这个所在，咱也可以了解六祖慧能大师在开始佛法方面。虽然开始哩非常的彻底，一定不染，一念不生，但一旦呢，涉于修行方面，也是同款啦，无废除了思想之修。叫因规咧要传自性五分法身香还，叫因规咧要来甲伊修无上的忏悔，这咧就是将迄个理搁再进一步咧，会当好来实践修行。那这个实践修行就牵涉到一个有相方面去啊。下面就是要来传授自性的五分法身香，
此曰：一戒香，即自心中无非无恶，无嫉妒，无贪嗔，无劫害，名戒香。二定香，即多住善恶景象，自心不乱，名定香。三慧香，自心无碍，常以智慧观照自性，不做诸恶，随受众生，心不执着，敬上念下，敬述高明，名慧香。四解脱香，即自心无所攀恋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自在无碍，名解脱香。五解脱知见香，自心既无所攀恋，自心既无所攀恋善恶，不可定空修积，即是讲学道文，实自本心，达自佛理，何讲接物？无我无人，得自菩提，真诚不异，名解脱知见香。这呢就是说明五分法身香。伫遮所讲的五分法身香所关联的呢，拢就是自己的心所以呢，名叫做讲做自性的五分法身香啦。师曰这个师当然就是来自六祖慧能大师啦。讲第一呢，就是戒香。为什么这个戒叫做讲香呢？咱来看迄个《宝相论》破相论内底所讲就可以了解。讲佛啦，在世日子，就是讲佛在世时阵，是属灵者的弟子，以迄个智慧火来烧迄个无价宝香，来供养十方诸佛。讲咱现主是众生袂当好了解真实的道理，只有将外面的火来烧迄个世间的沉香啦、煎檀香等等之类，来希望福报。安尼哪里会当好来得到呢？这就是说明讲，佛本来是爱咱运用智慧来好好修行佛法。以这个智慧运用的修行法来去供养十方诸佛。咱现在时的人无了解这个道理就用世间的火，互咱目睭看会到这个火来烧香。香较好的是乌沉香之类啦，真会芳的。但是较欠的人呢，虽然是讲烧香，遐凡伫香甲点咧有得倒好不管是讲有芳无芳，安尼更加都是乐在形式。讲安尼要来希望福报哪里会当互得到呢？达摩祖师讲，戒香就是令断诸恶，令修诸善。这个戒香是啥？这个戒香就是讲会当好断了一切恶法，会当好来修一切善法。这个香就是讲芳啦。你这个香该点落去，哇，真芳！迄个芳味呢，会当好沁去真远的所在。那这呢，就是伫咧譬如讲，咱一个人若是会当断恶，会当修善，伊有好的名声，迄个好的名声会当传在真远。这呢就名叫做戒香。所以这个戒香呢，应该就是戒德之香，有修戒，有修道德。这名叫做戒香。注意听众，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，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